后来，准总统赖清德520要正式来就职，内阁人事的布局真受到关切。有风声讲可能伫个清明连假了后，赖清德就会来公布到行政院正副院长的人选。讲上有可能的人选就是民进党的前主席杜英泰，甲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这两个人的倒梁配。民进党的立委拢低调来回应，讲因这两人拢真优秀。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出席公开现场，让外界关注焦点。同款伫咧赖清德政府520过各柜布局，因为即马传出各柜人选有进一步安排。民进党前主席杜英泰加上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，互点名可能斗打出现，主要是两人身段放得远，高超大气，各人兼顾到派系平衡，所以杜英泰呼声真悬，佮可能伫咧清明连假过对公开。没有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对人事来做多加的揣测。杜英泰是新娘破千金，爱大家卖想伤济。立委马龙讲无进一步的消息，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消息。今天媒体报道可能在清明节假期之后的这个消息从何而来，我们不知道。对于是不是未来的阁揆有望，他们本人这两位的回答都非常的明确，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征询。毕竟各柜都也无一个影出来，民进党立委无愿意证实。根据北面媒体报道，赖清德并无听询过林佳龙。林佳龙的团队对别人伫咧黑白后是感觉真困扰，真正是行到大就红问到大。尊重赖主席就是未来的总统，我相信到最后会让大家觉得眼睛为之一亮啊！我的感觉，林佳龙比卓荣泰更适合当阁揆，两个倒过来差不多。林佳龙的辈分、资历，当过台中市长，当过交通部长，资历很完整啊。林书案也未正式决定好势，赖清德是要撮合总统，每一步棋是行甲真细腻个认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